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的虎尾国小公是云林之光。参加第一届全国国小杯空手道的锦标赛，摕到5个第1名、4个第2名，甲2个第3名。馆长甲议员特别到学校来颁奖。 学生照教练的指示，展现出练空手道的精神甲气势。这是虎尾国小学生今年参加第一届全国国小杯空手道锦标赛，摕到5个第1名、4个第2名，甲2个第3名。其中学生刘应神更加得到111年度云林之光。假日可能连假什么都是在练习，就比赛前认真练习，然后比赛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太紧张。超级无敌霹雳开心！ 真的、会开心。那你以后还要不要得奖？要啊，当然想。馆长张立先颁发云林县职业运动员的奖励金，甲云林之光的奖项，或者4位同学。家长拢感觉真公平，同时希望全校师生继续打拼，创造更较好的成绩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